香港地方細，物價貴，老友記想過好嘅安老生活咧，並唔係咁容易嘅。但係喺大灣區就啱啱相反啦，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選擇北上安老嘅。聽講大陸啲安老院咧都喺山卡拉嘅，入咗去好難出翻嚟，咪搞啦。咁又唔一定喎，好似而家我介紹呢間咁啦，就很正市中心啦。呢度就係中山石岐市中心嘅順輝康養中心，佢位於市內一座綜合式大樓裏邊，商場、食肆、醫療體檢中心一應俱全。附近就係直通巴士站，香港上嚟一程車就到，亦都可以搭高鐵去到廣州南站轉輕軌，或者搭高速船都好方便㗎。睇下啲單位先，哇，真係又大又光猛喎！順輝主張自主式安老，自己生活自己話事，日日都好似度假咁超，真係點睇都唔似安老院㗎。真係咁好？唔信啊？問下佢啊！順輝康養係專為香港人而設嘅自由安老模式，認真啱晒我啊！幾時食飯瞓覺自己話事，你有乜頭暈身㷫，即刻有人同你服侍啊！最緊要呢度下邊咧有大型嘅商場，又多嘢食，又多嘢玩，咁嘅養老方式梗係爽啦！順輝康養有自設嘅醫療同體檢中心，單位裏邊有全天候嘅守護系統，就算半夜覺得唔舒服，都有人幫到你。附近又有國家3甲醫院，就算大病小病都唔需要擔心。但係香港可以用醫療券，呢度用唔得到㗎。中山有部分醫院已經可以用醫療券啦，同香港一樣咁方便。同埋順輝知道有啲老友記對香港嘅醫生比較有信心，所以會提供埋香港醫生線上面診，而且啲藥物咧可以跨境速遞嘅。如果病者患有重症又想返香港醫嘅話咧，順輝係有跨境救護服務，由專業嘅醫護人員將病人由內地嘅醫院點對點送到香港嘅醫院。另外喺灣區安老，仲要辦內地居住證、買內地醫保等等，呢啲順輝會揾專人幫你代辦，唔使自己盲摸摸。順輝環境又好，交通又方便，呢度啊有好多香港嘅老友記住喺度噶，大家同聲同氣，開心到極啦！我啲老友嚟探過我之後咧，佢都話要搬嚟呢度住喎，仲有啊，呢度嘅使費啊平過香港好多噶。最近有好多親戚朋友打電話同我傾偈，原因係佢哋對我上次介紹嘅順輝康養好有興趣。如果你都諗過北上安老，但又唔知點樣揾到一間好嘅安老機構，我有3個 tips 俾大家。第一，要揀港資公司管理，大部分係港人入住嘅項目。第二，一人一間房，房間數目要係100間以內嘅精品式項目。第三，樓下要有商場、酒店，隔離最好有埋3甲醫院添。而我今次介紹嘅係順輝另一個全新模式嘅港式安老社區俾大家。呢個公園係咪又大又靚呢？點解我帶你哋行公園？因為呢個安老社區就喺呢度，佢就係順輝嘉華6星級康養中心，而呢一邊就係可以用到香港醫療券嘅中山市中醫院。順輝嘉華位於中山石岐市中心，樓下就有大型濕地公園、百貨商場同康養美食街，隔離就有香港直通巴士站同可以使用香港醫療券嘅3甲醫院。呢度嘅單位由香港設計師設計，配備全套先進嘅智能守護系統，老友記可以1人住1個單位，獨佔呢度6星級嘅設備，好爽㗎！順輝主張自由安老生活模式，有自由又有人照顧，啲老友記都好 like 㗎，就連移咗民外國嘅老友記都一樣揀佢。鄧生你好啊，鄧太你好啊，你哋好精神啊！嗱，我知道你哋喺夏威夷住咗好耐啦，點解會翻嚟中山揀入住順輝嘅？因為我太太長期病患，咁啊需要中醫照顧，咁啊朋友介紹俾我話你去順輝睇下啦，咁我一睇完之後咧，價錢樣嘢都啱，所以我決定留低喺度住。鄧太啊，你而家身體狀況點啊？我而家好好啊，因為順輝照顧得我好好啊，咁啊佢哋啊幫我哋咧搞內地醫保咧，令到我哋經濟輕鬆好多，咁我哋而家住得好開心。有咁好嘅環境同照顧，老友記又住得開心，咁屋企人都可以好放心啦。順輝嘉華現已開設登記入住名額，單人單位平均每個月5000幾蚊人民幣，成功登記你仲可以揀喺3年之內延遲入住。名額只有得50個，仲唔趁早入手？有興趣就掃呢個2維碼，留低姓名同電話，去順輝預約參觀或者查詢啦。
順輝康養為香港長者創造6星級灣區退休生活。平民嘅消費，皇帝嘅享受。我哋大家無論哪一天都將變老，順輝康養守護你。